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周三晚上一起聚集在他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赞美。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起立，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涌的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你们无论要什么求就会得着。从前我听别人谈论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现在此时此刻，在现在的祷告会当中，在现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就要透过祷告，透过敬拜来跟主连结，我们就要在我们的敬拜和祷告当中，再一次来看见主的心意，再一次领受主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在这礼拜当中，我们经历了怎样的上帝呢？让我们将我们的感恩、赞美放在祷告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主啊！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丰富所有的恩赐，主啊！感谢你赏赐平安在我们当中，感谢你赏赐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感谢你。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保守看顾我们，感谢主，你赏赐你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应许，都按着你的心意，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来经历你。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愿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今天晚上的祷告，主啊，我们就要再一次的与主你来连结，再一次的来经历主你的带领，再一次的来看见主你的心意，再一次的与主来享受主从主你而来的美好，从主你来的恩典。也求主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献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再一次，有主在我里面，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
前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再次宣告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让最大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父，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因为有你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勇敢站立，使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殿中，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这不是我们能够，而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深不见底的爱，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向主你来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祷告向你来敞开，愿主你更多的进入我们的里面。在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更多的来看见你，更多的来经历你。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主赐的恩典跟繁星一样多，因为你了解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供应我们的需要，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主，让我们来细数你的恩典，好，在数上恩典的当中，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神，感谢什么？你可以想到吗？可能在缺乏的时候，可能在病痛的时候，可能在不知道前面道路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感谢吗？我们刚看完约伯记，
现在还是在看后面哦。那约伯他在面临患难的时候，他还是感谢神。我们可以吗？我们可以从日用的饮食，从他的供应，还有呢，从可能身体的疾病。那最重要，我们来看，我们可以感谢什么？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你们虽然邪恶，还晓得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那么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向他祈求的人吗？但是耶稣永远活着，他的祭司工作不由别人继承，所以他始终能够拯救那些借着他亲近上帝的人，因为他永远活着，替他们求告上帝。因为主永远活着，所以他替我们来祈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借着他来替我们来向上帝祈求哦。最重要是，不管是日用的饮食，今日是给我们，还有就是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债。特别就是他把救恩赐给我们，透过他自己成为那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开口来感谢可以从你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弟兄姐妹，邀请大家开口同声来祷告，来感谢神的恩典。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你的恩典，就如繁星一样多；赐下你的救恩，是我们原本不配，我们好像这样的一个狗一样，但是神，我们也能够捡掉落在桌下的这些的碎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来得着你的恩典。谢谢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靠近主的宝座；因着你的救赎，使我们能够进到上帝的国；因着你丰富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分享的管道；因着你的拯救医治，使我们能够在身心灵能够在神你的保守看顾，成为健壮。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也赐下圣灵来为我们祈求祷告。谢谢主耶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付上代价，不只是身体的供应，身体的保护，是平安跟医治，你也是给我们灵魂的拯救，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能够祈求，能够感谢，能够认罪，能够悔改。谢谢主，借着这样的一个管道，使我们能够随时来支取属天的能力，随时来到你的宝座前，为要得着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为别人祝福。让我们不只为我们求，也能够成为一个代求的人。赐给我们有属天的权柄，因为你应许说我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有这样的捆绑的恩典。所以谢谢主，让我们能够运用你所给我们的祷告的权柄，能够抢救更多的灵魂。愿你赐福，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天地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和你心相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天地的爱，没有别
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根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是的，主啊，你所赏赐的恩典如繁星一样多。即便我们软弱，我们内心刚硬，我们悖逆，我们不顺服，主啊，你仍然爱我们，仍然愿意赏赐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愿意医治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因为你的爱。主，我们谢谢你，你的爱永不放弃我们，即便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心还是没有办法敞开。主啊，因为我们有那个恐惧的心，主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但主啊，你那医治的爱，你十字架上你钉痕的手，主啊，你轻轻抚摸我们，抚摸我们这颗不知道怎么了的心。主啊，你抱起我们，主啊，因着你的爱，因着你是信实的，主啊，在你的话语里面，你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一次一次一次又告诉我们，主啊，你就是爱，你必定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主啊，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来救我们，主啊，你就来医治我们，主啊，你就使我们能够得以存活下去，不是我们多么行，乃是主啊，你的爱，你是信实的，主，以至于我们有盼望。主，我们的盼望不是空喊的，主，我们的盼望不是自我的那个催化的力量，自我感觉良好，自我喊话，不是我们的盼望，来自于主你的话语，你的信实，来自于主啊，你自己说，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主啊，你的恩典乃一生之久。主啊，一宿虽然哭泣，早晨我们必要欢呼，因为主啊，你是信实的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恳求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再唱一次这一首歌。主啊，我们再一次说，主啊，愿你来，愿你来，真实我们经历到你，不是听闻有你而已。今天晚上，不管在现场在线上，主，我们要亲身来经历你。主，我们亲自要来被主你拥抱，真实的在你里面，你在我们里面。因着主，你是一个信望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山河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谢谢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医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可以敞开起来。我们到你的面前，恳求圣灵光照我们，因为主你自己的话语这样说，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个神的话来。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祷，
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的祷告有很大的功效。至于你们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应该始终建立在至圣的信仰上，借着圣灵的力量祷告，常常生活在上帝的爱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好得到永恒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神都再一次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认罪。特别我们到神的面前恳求神来光照，因为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是，我们会说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主啊，是你的错，是别人的错。主啊，就像约伯一样啊，主啊，我就是约伯，不一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在神的面前，今天晚上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光照我们，使我们在主的爱中，我们可以勇敢到他的面前仰望我们的主，求神来怜悯啊！怜悯就是主啊，我们该死的，但主你替我们死，免了我们死刑，使我们得着那永恒的生命，好不好，弟兄姐妹？主要我们是我们全部的这个生命。愿我们的生命不要缺角，尤其不要被罪给遮住，得以我们没办法见主的面，我们不敢看主。主这时候光照我们，他的爱，他的信实，使我们有盼望。我们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主啊，亲爱的圣灵，主啊，唯有你知道。主啊，唯有你知道我们心里的最深的处，主啊，最深的地方。主啊，我们有那个隐隐作痛的地方。主啊，我们心中有那个主啊，我们过不了关的。主啊，我们总是有一个画面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心里有一个怨气。主啊，我们心里有那个痛点。主啊，你知道。主啊，我们总以为主啊，这是属灵的征战，没有错。但是主，若不是属灵的征战，乃是我们自己的。主，我们恳求你来光照我们。主，我们得罪你的，主，我们得罪人的，愿我们彼此来认罪。主啊，愿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因为你是和平之子。主啊，你是爱，这一位爱慈爱的神。主啊，你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主啊，你先爱我们。但主，我们在气对方的时候，我们怎么爱啊？主，我们恳求你，主啊，光照我们，也让我们有力量，我们可以回转来归向你。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抓住你的应许，因为主你是信实的。当我们认我们的罪，主啊，你要赦免我们。主啊，你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光照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真知道我们错了。主，我们离了你的那个标准，因为如果是你，主，你不会这样做。主，你不会这样想。主啊，你不会这样说。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我们，使我们走那一路，因着主你的生命。谢谢你的怜悯，使我们那个我们该付出代价，我们该死的，主你替我们死。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因为主啊你怜悯你赦罪之恩，我们就觉得是廉价的，乃是无价的。主啊，因为你是用你的生命来赎回我们。主，我们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但主你知道我们总是在走那一条路，那一条不讨神你所喜悦的路。主啊，我们要恳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的生命，
主啊，使我们的生命从今天晚上，主啊，我们跟你认罪以后，主，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之后，主，我们就有一个全新的心。主啊，我们不再有那个石头的心。主啊，我们可以像主你一样，以基督的心为心。谢谢你，今天晚上你医治的爱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全新的自己重新出发。我们要来为许多的人、许多的事情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为许多的人来祷告，因为许多人此时此刻正在痛苦当中，因为他们可能没有机会像我们今天晚上刚才那个美好的时光。神给我们全新的自己，全新的自己不见得说像叶牧师小儿麻痹还是小儿麻痹啊，那怎么样全新呢？对，我全新的心，我的灵，我可以再一次勇敢，我再一次看见人的需要，我再一次知道我要怎么为人祷告，我再一次知道我要怎么对待人，我再一次知道前面的路我应该怎么行。这就是新的。特别是我们等一下为一些受苦的人来祷告哦，在那个看起来是公义的这个人权的时代，但很多人是受到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是吧？我们可能有时候都觉得我们自己是被冤枉啊，人家误解我们，一家人就已经常这样了，何况是在大的群体里面呢？所以这一位神，他再次给我们他的话语，以致因着神的话语是又真又活，他的信实，所以我们可以有盼望，以致我们更相信主爱我们，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祷告会中，我们就是要经历神的信、望、爱，以致我们有了神的爱以后，我们有了盼望，以致我们对人可以有信心，对神有信心，我们可以成为那个说话算话的人。因为我们也太常是说话不算话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不是我们不愿意，是我们没有能力，也有可能我们不愿意。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我们得着那盼望。我们来读神的话，请。但是我知道我的维护者活着，他最后要来为我伸冤。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向在隐秘中的天父祷告。那位看得见你在隐秘中做事的天父，一定会奖赏你。阿们。约伯记19章25节，我们比较熟的是和合本的，说怎样？我的救赎主仍然活着。所以这位救赎主，他在现代的翻译本叫维护者。维护者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冤枉你，有人把你践踏，有一个维护你公义的，为你站出来站下的，为你伸冤的，这维护者，他当然是可以成为你的救赎主啊。他仍然活着，到如今仍然活着。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在内室，你不用怕，你不用怕什么？你不用怕世上的万人误会你，真的，你不用怕人家用暗箭射你。我们的主要挡住这些，他是我们的维护者。我们在密室里面的祷告，神知道，不用去哄嗓哈，台语说哄嗓，不用去用扩音器，好不好？我们就来祷告，我们为你所知道的，我们的主在听，他不是不知道，要我们跟他报告，不用。但是神要我们到他的面前，将我们挂虑的这个人、这个事带到神的面前，以致圣灵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带到，我们知道我们当怎么样来对待这样的人，甚至我们持续有那个耐力，持续为我们有负担的这个人、受苦的人、身心灵他们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我们就开口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吧。
1、2、3，请。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要来尊崇你。主啊，因为主啊，你就把我们，你不是曾经就把我们，主，你是到如今你都就把我们的神。主啊，你不叫那个仇敌向我们来夸胜。主啊，特别是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线上的主啊，你所爱的主啊，他们在那个受苦当中，主啊，仇敌向他们夸耀。主啊，你哪里听得下去？主，你还没有出生，是主你有怜悯。主啊，是因为主你的时候，因为主啊，你的拯救要临到那个仇敌身上。主啊，你也要祝福那个仇敌。主啊，你也要带领他，使我们的仇敌真的能够回转来归向你。主啊，谢谢你应许我们。主啊，我们来呼求你。主啊，你就来医治我们。主啊，弟兄姐妹正在痛苦当中，特别是在那个好像在阴间，主啊，在那个谷底的，主啊，他们好像活不下去了。主啊，他们好像被下在那个死荫幽谷的那个坑里面。主啊，你说你要救拔。主啊，你说你要我们来歌颂，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来颂扬主你的圣名。主啊，你是这位主啊医治我们的。主啊，你是这一位永远不放弃我们的。主啊，你是这一位主啊永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你的话语支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也在你的生命里。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甚至你替我们祷告的主。主啊，我们的求告你，主你就应允来帮助我们，连续我们。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因为你应允我们，我们的哀哭要变成跳舞。主啊，我们的麻衣脱去。主，你要给我们穿上那喜乐的衣。主，谢谢你，因为主，我们以你的喜乐为喜乐。谢谢你，我们要来用我们的灵来歌颂你，我们不住声的来歌颂，来赞美你，即便我们在那痛苦当中。主啊，当我们每次提起你的名的时候，主啊，你就提起我们的高度，我们就看见那个盼望啊。只因着主，你是信实，你是慈爱，你是永远不改变。主，你是这一位有全知全在全能的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请。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他都会垂听。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他一定赐给我们。亲爱弟兄姐妹，你等的一定会来，只要你等的是神在等的，可以吗？如果你等的是你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的，很抱歉，不会来，因为如果来了也是害你，是吧？所以这句话说你等的一定会来，是刚才我们的经文说的，我们要所求的合神心意。那么我们会说，我不懂啊，我不懂神的心意啊。今天新闻很多啊，尤其年轻人啊，说怎么会这样，怎么这样，怎么不是信郭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求的是我们心意还是神的心意呢？好不好？为我们的国家，美中台三方真的是牵涉到全世界的和平，我们国家人民的安全能够同心合一，民生物资恳求主怜悯。内阁是主的儿子陈建仁副总统，恳求神的灵与他同在，特别是让他真知道何为神的心意，让他所做的决定，团队所做的决定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与主同行，心存谦卑，为百姓的灵魂可以苏醒回转来归向神，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口来为我们的国家台湾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
主啊，你是我们台湾的主，主啊，台湾是宝岛，是因为主啊，你要拯救我们，你早就已经派遣主啊，你的儿女们在不管是荷兰那时候，主啊，还是马街，主啊，在历世历代当中，主啊，你总是把你的儿女们差派到台湾来，因为主你爱我们，主啊，你要拯救台湾，你早就定义台湾，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是台湾的力量，主啊，你是台湾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啊，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动到海心，但是主啊，你永不改变，主啊，因为你在我们当中，城必不摇动，主啊，你必要来帮助这个城，主啊，外邦，主啊，这一些国家喧嚷，主啊，列国动摇，主你只要发声，主啊，在台湾这块地，主啊，你确实要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要保住我们，只要我们所行合你旨意，主谢谢你，你再次应允我们，主啊，你要我们休息，你要我们知道你是神，你要我们放下那个战争的那种想欲望，你要我们一心归向你。是的，主，谢谢你。信实公义的阿爸父，谢谢你，你的爱坚固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祷告会当中同心合一，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祷告。谢谢你恩待台湾，谢谢你从以前就差派你的儿女，为了拯救这块看不见光的这个土地上的人民，能够遇见主耶稣基督。主啊，那我们现在台湾真的是得罪你，我们拜偶像，明明知道这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我们却印着景象，我们的人民却仍然将你的荣耀归给那不能说不能动我们手所造的假神。主啊，求你以怜悯为念，主啊，求你赦免台湾这个国家，主啊，求你也差派属神你的儿女，求你坚固壮胆我们的心，因为主你教导我们不要怕，只要信。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救赎主现在仍然活着。即使美中台这样的关系紧张，似乎对面仇敌、对面的国家这么强势的国家想要吞灭我们，虽然面对这国际的局势这么样的紧张，但主，唯有你是掌权的神，唯有你是不动摇的。主啊，求你让属神的百姓，特别是在这些执政掌权者的这些百姓，特别是陈建仁行政院长以及属神你的百姓，不管蓝绿，主啊，求你坚固壮胆我们的心。主啊，因为那又大又难的事我们不知道，唯有求你将那智慧以及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的执政团队，让我们知道该当怎么样行，该当怎么按照你的心意行公义，好怜悯。主惧怕神，敬畏神，但是却不畏惧人，坚持做对的事情。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个属神你的儿女，坚守在我们的自己的岗位上，特别是不论是在执政的、掌权的，在政治的山头，在教育的山头，在文化的山头，在经济的山头。主啊，求你兴起发光，求你让你的子民凡敬虔谦卑顺服你心意的，都被你高举来治理这块国家，让这个台湾这个海岛借着我们所做的，看见你的信实，看见你的公义，看见主耶稣基督掌权作王。主啊，我恳求你怜悯台湾这块土地，医治台湾这块土地，求你让我们凡属你的儿女。主啊，台湾现在真的是生育率最后的。主啊，我相信这不是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让你的子民们能够为你生养众多，为你生出敬虔的后裔，来翻转这个台湾。主啊，求你怜悯台湾，医治台湾，赏赐你敬虔的儿女在这块土地上为你发光作盐。主啊，谢谢你恩待台湾。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求你让我们合一的祷告，合一的敬拜，寻求你的旨意。主啊，最后我要用你在大卫上行之诗的话来宣告。耶和华，求你让
执政掌权的心不狂傲，让执政掌权的眼也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执政掌权者也不敢行，唯有遵行你的旨意。求你让执政掌权的心平静安稳。主啊，求你让执政掌权的心仰望耶和华，从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神是我们国家的主，更是我们教会的主哦。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来一起领受神的话？来，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要常常喜乐，常常祷告，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感谢，这是上帝为你们这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所定的旨意。阿们。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人，阿们吗？感谢主，所以我们就是要喜乐啦，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用喜乐的心，因为神已经在做那喜乐的事。神就是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天天喜乐，好不好？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事工要做，好，都列在这里。不管我们灵命更新，透过读经、祷告、单独会主，还有我们家庭的，我们手把手祷告手的这个家庭祭坛，这个进入到每个家，不管年龄，从0岁到100岁，都可以一起到神的面前。7月开始，我们有礼拜的更新我们也有一个挑战哦，就是我们的电梯5月底就要换电梯，但我们相信我们信心不会因为电梯的缘故我们这个就被打倒，不会，而是我们更有盼望，对不对？因为我们有新的电梯那也为这个工程，这个没有写在这里那为小组牧养周六我们成人牧区的退休会、爱幸福，我们这些福音的这个聚会，或者是这关怀的活动、关怀的见证，都借在这里。桌球班、夏令营、青年营、Passion 讲座等等求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合一的灵。然后因为神要做事真的是邀请我们，他不是不能他能，他一定要成就，但他邀请我们跟他一起来经历。为33号新堂大楼属灵的环境，我们也来祷告好，来，我们用喜乐的心，我们寻求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好不好？我们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说，主啊，你就是这位主。主啊，你就是我们这个家，这个迦南教会的头。主啊，我们互相为肢体。主，你要我们有喜乐的心，因为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你自己的话语说，主啊，你要我们来爱慕你。主啊，是的，主，我们心里要涌出那个喜乐。主啊，我们每一次来赞美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主，我们就是来赞美你。主啊，我们如同心腹一样。主啊，你自己也这样的比喻。主啊，不管我们个人，主啊，或者是教会，主啊，我们都要起来赞美你。主啊，赞美你是这一位。主啊，你是恩惠的主。主啊，你是赐福给我们直到永远的主。主啊，你是这位大能者。主啊，你是这一位荣耀威严的君王。主，是的，主啊，在真理、谦卑、公义，主啊，这些都要充满在主你所在的地方。主啊，特别是你的教会。主啊，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主的人。主啊，谢谢你。主啊，你是这位大能的主。主啊，万民都要俯伏在你的脚下。主啊，万民都要在你的这个你的手中。主，你要拯救我们，你的宝座永永远远都在。主，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教会，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属神你的百姓，成为有福于永恒救恩的子民。主，我们感谢你，你也赐给你的教会有权柄，奉你的名祷告，你就必成就。同心合意的祷告，没有不能成就的。主，我们信心不够，所以我们常常疑惑你的使命，疑惑你的旨意。你要我们常常喜乐，你要我们不住的祷告，你要我们凡事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可以感谢。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在地上捆绑这些黑暗的权势，
撤销这些属神不属神的这些黑暗权势所带来的捆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特别是属灵的权柄、圣灵的能力，因为你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从教会，从我们所住的社区，从我们所接触的人群，你说我们要把你的福音传出去，从耶路撒冷，从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已经看见这个福音已经传遍了地极，还有一些未得之民，但是神，你给教会的使命就是去使他们作为你的门徒，去使他们成为你国度的子民。主，让我们用信心，透过祷告的能力，把这些世上的灵魂抢救回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谢谢主，透过教会这些所做的事工，透过祷告，一起来经历神你丰富的恩典，也让我们看见得救的人要日日加增在你的教会。主啊，你使用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教会，你要使教会刚强起来，你要使你的能力运行在教会当中，使教会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使教会能够让这些百姓认识你。谢谢主，坚固我们所做的工，让我们能够荣耀你，让我们透过教会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慈爱，彰显你的全能，彰显你的救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哦，蛮有能力。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来，所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主，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坚固，我们就要勇敢的坚守神你给我们使命。我们要勇敢的站立在敌人的面前，因为你已为我们摆设丰盛的宴席，得胜的宴席。谢谢主，让我们今天祷告的神你垂听，神你应许，神你医治，神你供应，神你自己来预备，神你自己来安慰，神你自己来坚固我们所做的工。谢谢主，赐下你的平安、喜乐跟盼望，让你的慈爱充满在我们当中，好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好让我们成为你施恩的管道。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彼此来祝福，彼此来祝，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请坐。